也是上古作嘅有经验嘛。为了移民嘅惩罚，为了国家嘅安全，唔會後悔做嘢一條路，有時就會感到公用。台灣嘅藍色國土，都係有藝人可以順來負責。喂，我出船的啦，同講一下啦。一開始做嘢條路嘅時間，我會同我爸爸媽媽講，我想我。我嘅家嘅都講出去唔見佢哋，估到佢飲多嘅啊你。天擺出船樣怎樣叫嘅啊？你個上路口啊，都一定都卡帶小盆栽啊，上路口都看盆栽啊。以跳船登检有風險，就是海浪的高低落差。唔但是看往後嘅時間，有時間會本船嘅角度，所以一個係一個危險嘅事情。台風過後就會遇到這種那個浪打到船上，就是搖搖晃晃啊，然後可能甚至淹沒了整個船頭。但是我們沒辦法選擇海象，因為漁民需要我們的時候，我們就要去幫助他；國家需要我們的時候，我們也是要捍衛國家的安全。畢竟一個人都一個家庭嘛，4個人出去都4個家庭，所以會煩惱人的安全。我剛剛講做一個工作，我哋都要有個堅持的精神。人來一條路不艱苦，天天過路贏嘅。為了國家付出，我嘅目標嘅家人為我付出，感謝他。